新竹縣關西鎮是來通過駐地條例要分5000塊，一禮拜一開始呢，就未少民眾趕來刷戶口，4天內就讓關西鎮增加1000多人啊。關底這後一屆議員的人數呢是會減一個，也毋過即馬因為這關西的人口已經增加，所以兩個社區攏有保護條，刷電道去影響到竹東也有5方的議員社區。竹東議員甲鎮長做伙畫口號，要求選委會出面調查。新竹縣關西鎮因為人口減少，原底後一屆議員會減一位，但即馬因為罰5000塊的關係，無到一禮拜有上千人刷戶口來關西，也因為安尼，關西的議員人數未減，但煞可能去影響到竹東地區的議員數。希望說能夠清查未在籍、未涉及的人數，沒有居住事實的。我想也針對我們竹東鎮議員席次跟竹東鎮的資源保衛戰，我們一起來努力。我們不是擋人財路，但是我們要用正當的行為，來做這件事。我們竹東鎮也一直在研議什麼方式如何獎勵措施來刺激人口數。關西地區議員講，地方的振興發展駐地條例，唔是最近才咧討論，發生這件代志也是佇去年就已經咧做拍算，只是無想到會去影響到竹東的議員人數。大家也不必慌張，我想努力的民意代表，認真的民意代表，都會有機會繼續為我們的鄉親來服務。新竹縣選委會指出，議員人數是以投票日進前6個月戶籍人數來算，一切以中央選委會最後的公布為主。6月底也會試算，那試算畢竟只是試算，可能讓想了解的人知道。那發布的部分還是等中選會。到底有沒有說涉及到幽靈人口，或者說我們是不是說不實而登錄的部分？這個部分也涉及刑案的部分。那刑案的部分，偵辦的機關就是我們的法院。針對外界質疑選情刷戶口敢有無合法的問題，新竹縣選委會指出，這牽涉刑事責任，民眾若有疑慮，攏會當向司法單位提出檢舉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